1980至2000年代中文流行金曲響遍大街小巷，而對喺溫哥華嘅華人，呢啲歌除咗陪住我哋追夢，仲係好多人嘅情感寄託。而家華裔博物館隆重呈獻夢想工房特別展覽，經典金曲加上時尚同舞台藝術，由加拿大華裔視角出發，一齊重溫芳華絕代嘅巨星風采，致敬我哋嘅光輝歲月。詳情請上 Chinese Canadian Museum.ca 了解。Lulu Island Furniture 貴族家具喺 Lansdowne Centre 5月10號隆重開幕，專營 Mahogany 桃花心木高品質原木家具，英式手工雕刻同現代時尚風格嘅優質家具應有盡有，令我哋嘅家更具品味與價值。Mahogany 桃花心木家具令到愛家嘅你感受到更溫馨嘅居家生活。歡迎光臨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842號店 Lulu Island Furniture 貴族家具參觀選購。好啦，你搞病個肚嚇，你照完鬆啊你？阿仔乸都唔好過分啫。又再好話係不如咁啦，等個 B B 出咗世咧，你就索性認咗佢做仔。真係有諗過啦，諗過唔到自己。即係佢喺上環以前住嗰棟舊樓嗰度跳咗落嚟，送到醫院救翻。你知唔知啊？呢個幾禮拜阿爸將自己韞喺房度。老爺啊，連平安紙都 sell 咗啊！咁我哋咪應該要報人生解碼，星期日下午3點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胰臟癌全香港嚟講咧，嗰個死亡率係排第4嘅。好多時病人會肚痛，係影射去到背脊咁樣樣嘅。一般正常人咧喺靜止嘅時間咧，心跳係大約60，每1分鐘60至100下啦。心跳過快就有藥食可以令佢慢嘅。心跳過慢咧就冇乜藥食令佢跳得快。遺物轉化簡單嚟講咧，就係將逝者嘅一啲物品咧，重新係轉化為呢個物品，作一個紀念。流行都市，星期1至5下午5點15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